在約翰福音第6章中，我們看到耶穌教導門徒們如何在風浪中堅持信仰。當天，耶穌獨自留在岸上，門徒選擇自己啟航。他們從小船出發，面對着許多不確定性。這種行動反映出他們對主的無限信任與追隨。這條小船的出現，不僅是空間的限制，也是信仰的象徵。對門徒而言，小船是一個機會，是向主展現堅持與勇氣的時刻。無論情況多艱難，他們依然決定前行，而這正是他們信心的體現。跟隨耶穌的路上，會經歷風浪與挑戰。這些困難不是讓我們退縮的原因，反而是考驗我們信心的時刻。就像門徒在渺小的船上奮力抵抗風浪，他們也在尋找主的幫助。我們須記住，風浪只是通往成長與力量的必經之路。雖然我們今天無法親眼見到耶穌，但我們必須堅信他的再次回來，並緊隨他的腳步。就像門徒在那條小船上，無論風浪多麼劇烈，他們心中始終懷抱着對主的信靠，期待他的再次降臨。這份期待應當成為我們每一天信仰生活的力量來源。生活中，我們經歷主的恩典，引導我們向前。無論前方的旅程多麼艱辛，我們應該記着，主始終與我們同在。因此，即使在逆風的時刻，我們依然要堅定不移地追隨主，因為有主的陪伴，便不會孤單。